代表最近起，总统赖清德和中国银行总裁杨金龙拢已经有出来发话，嘛启动专案，要来掠短期差汇率。昨昏代表收盘收伫30.295，已经是连续2天拢有落。专家是认为讲，代表和日票甲韩元比起来，其实是起无济。新台币汇率经过2天急升局面，初六、初七渐渐有行较早，初六收盘是30块2角8，初七开伫30块2角6。经过几天无稳定了后，收盘是30块2角9分5。新台币贬值1角5分，连续2天贬值有9条3厘头。像日元跟欧元啊，他们其实在这一波从川普当选到现在，他们的这个升值的幅度大概都来到10多% 啊。对美元的升值，我们是比较慢。甲亚洲邻近国家比，日票对美金第2月初就对154块，一路升到5月初145块。也若今年以来，更加有8.21%的起伏。要韩票对美金也对1458块起到1435块。今年以来升幅达到6.4%。专家分析，新台币强势更加是川普上任了后的延迟表现，因为已经伫32块、33块有停一段时间啦。最近是关税政策影响外资的钱，汇入来台湾股市，加上大众惊吓的心理，换外币相残影响。秃鹰通常都是看一个国家的货币过度高估，然后去空你。他会查大笔的，就是比较大笔换汇。央行启动专案，金融检查要来抓这个差外汇，包含承做外资出入股市的不管银行，也对着办理出口商远期外汇避险的公家银行，会对银行进行全面实地查核。另外，伫这波受重伤的寿险的业者，根据了解，是向金管会提出暂行的做法，亲自找外汇准备金甲调整汇率计算方式。做账的关系所以立刻不会反映出来啦。可是等到月底或者是半年的时候，账上必须要反映出来实际的状况。用准备金这件事情，目前是这样讲啦。可是等到时候的时候，我想重启是难免的啦。金管会保险局也证实，已经约谈过来6间寿险公司，包含国泰、富邦、南山、新光、人寿等，确定清偿能力拢达到标准，无风暴疑问。暂时无提出监理专用措施需求，这代表初步是回稳。金管会是暂时无叮当，外界是继续的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